请问倒一种钱的语词讲法是受到日本的影响？A. 银角啊 ，B. 1 cent，C. 1块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哦线，cent 块银角啊，来应该是线本来是英文啊，赚英语的本嘛是安尼讲，捞去日本又搁走来台湾，对，因为1块金门是讲1块， 1块。但是这是东南亚在讲，哦，安尼金门敢有银角啊？有银角啊，新加坡是讲1块，对。对，1块银角啊1块讲。啊，若金门啊有，台湾啊有，应该都唔是日本话的影响但是对吧1线这个可能是外来语，外来嘿，对对。啊，银角啊也有啊。对，老师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 1线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1 cent 对唔对？竟然唔是。嘟嘟啊，老师有听到我讲话，伊留机会给你对啦。来，恁感觉咧是银角啊，是1块？你感觉是哪？块吧，我感觉是块，因为银角啊，感觉就是以早咱有用真正金银财宝落去换嘛，所以嘛无一定对日本来啊，所以应该是块吧。我觉得是块。 1块，确定哦。家己，你看老师的表情，你咱来看一下，1块对对唔对？老师讲啊，1块是新加坡啊。你有看老司机妈妈拢会晓演那种骗人的表情啊？老师都不演呢。是啊，对啊。对不？咱听老师安那来解说好不好？来，老师。阿辉老师。其实迄个块啊、甲 cent 啊，拢是对这个英语的这个 coin 甲 cent 来的啦。啊，这个银角啊吼，因为伊啥怎讲受日本影响，这是一种讲法是讲，因为日本迄个明治维新了后，有开始有做这个零银啦吼，就是咧钱顶面有这个零的这个度，这种零银吼。啊了后讲这种零银，甚至讲做钱交易安尼做方便载有无吼？啊，因为伊无讲介大，当然嘛有诶较大了啦，但是一般袂讲足大嘛吼。啊，这种较好载，敢若较亲像角仔意思就讲较细啦。是。所以银做的啊，角仔这是表示伊无讲介大安尼意思，所以有这个讲法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